有一日啦，天当的财神爷乃只太马古只的经验簿拄到管营养，还是老管营养讲啊，该谁经验啊？马莎会不会有钱，完全是爱来做主张啊！爱会不会马莎有钱，马莎是有钱啊！管营养是讲，该某一天哦。我唔是福气本机，佢咪得唔到啊！咁我要福原因就得到，冇福原因是得唔到。对吧？哪有两款的事情咯？冇你去看哪里？两只新鲜啊，都该云端当个人错人往下看啊，看到一个涨三行过一个利息两个人行人过来啊！个人营养师讲啊，应该要涨三老利息两个人行人来，看你咧只经验簿，你又不马上啊？你看佢地道么？cái财神也是讲啊，嘿嘿，cái涨三升行，我本涨三好嘞，cái利息我冇本機，好，你本漲三，係財神也是看到漲三老利息行嚟來個投錢啊，有一圖橋，俩圖橋是水板橋合嘅呢，係佢是講啊，嘿，我俩只經驗簿啊，我老幾病到個橋洞往嚟病嚟，佢養唔得唔到咯，cái漲三升行佢天窗入面到誒。個人營養師講啊，我唔是福氣本機，你看佢地道麼？結果啊，漲三利是兩個人，一片行路，一片講過講過來，係漲三是講啊，我冇啉醉呢，你有一圖橋，你看，我冇濕，我做得行過去，佢你有啉醉麼？我是唔知啦，個利是講啊，呀。你冇啉醉，我咪冇啉醉啊！你木濕行一個，我木濕我咪行一個啊！結果兩個人木主濕是行兩個，我行過去咧。個人營養師講啊，財神爺，你個經驗簿有你拿去麼？嘿，兩個人搶命睇咧，你安排咗度個橋洞往嚟病人講為哪唔到？我實在是唔了解啊！個人營養師講啊。剛剛唔是福氣本機，佢是得唔到啊！我要福原因講得到，冇福原因得唔到。該好呢？敬愛兩隻經驗簿啊，看你會本馬莎，你做你是福氣本機，該愛唔本機，你看佢得到麼？冇去看哪裡？看你會病來。好，該看你會本馬莎。跳下，你講會本裝衫。一下我講本利是好咧，哎呀嗱，看你上來吼，我唔會看你做你前兩老咧經驗簿落去扛起來。所以先是講啊，呀咪記，我唔會讀個魯迅那邊，我讀個直胖後然嘅為所啊，讀個乾胖下那邊落去捽到個乾胖地圖，不佢變咪變唔到啊！結果啊！cái trong三lao lì xì兩個人行兩個來，cái lì xì突然間cái肚臍是過拿起啦，哦，快睇咧，快肚臍咧，係幾時上嚟放片啊？唔過有做咩讀啲魯迅嚟放片，幾時上啊？cái冇嗌哦後人都睇放好咧，cái片就只乾胖，嗌你cái乾胖背cái bên哦，係幾時做過cái bên哦，好係時節啦，哦，有快睇咧，樣辦咯。冇帶到衛生紙啊！cái格係白肚臍冇出咗唔得啦！係幾時看到cái乾胖啊？幾想冇乾熱咪好啊？還是熱都要乾熱啊？你熱來熱去啊！你買東西硬殼殼咯，還是留佢拿出來看啊？哦，金絲白啦！佢講喲咧金而來食，還是夾留佢抬起來啊！cái屎不太啲出是走咧，cái個人營養師老崔先生講啊！財神爺，cái利是後，那只金的東西哦，你怕冇扛起咯，不給拿走了。cái財神爺是講啊，嘿，韓切，我變到個按片片嘅為數，到個乾胖下嚟，盡量會俾拿到。嘿，確實係，我有福原因講得到，冇福原因啊，得唔到啦。